好多人問我點解你揀咗個對手先係我而家今日咧揀8號梁美芬。開始㗎啦。好啦，梁小姐4年前咧你就扮獨立呃選民嚇，隱藏你係中聯辦契女毛依依嘅講法。4年啦，你親共嘅色彩保皇嘅色彩已經無所遁形啦。嗱，今日我同你回顧下你4年嘅業績。嗱，不過你頭先有一個要搶咪答聲嘅惡習，我想同你講聲，我先講完我嘅問題，2分鐘內完，然後我俾足時間你答，所以請你尊重遊戲規則，好冇 ？OK， 我一定俾時間你答。好啦，先講你嘅政治取向你喺立法會嘅表決。第一，捍衛新聞自由嘅議案你反對嘅。喺未有普選之前，唔為基本法23條立法，你又反對。喺內務會議，民主黨提出要查梁振英僭建，你係大梁粉，你反對。梁振英逼立法會提前打尖辯論5C14局，你就撐梁粉撐梁振英。檢討高官問責制非常之合理你棄權。要求釋放劉曉波，你缺席唔知數咗去邊。好啦。維護學術自由同埋院校自主，你喺大學教書嘅，你唔知去咗邊，冇出席表決。好啦，中聯辦撐你，你嘅政治立場係親共保皇，撐狼英，我哋都預咗你㗎啦，唔同你講政治，講下民生咧，你咁強調你係地區，唔講政治講民生，你嘅舉動令人更加震驚。喺立法會嘅議案同埋修正案裏邊，第一喺幫助有需要嘅人置業，你反對。施政報告嘅致謝動議修正案，要求增建公屋、復建居屋，梁小姐你反對；要求政府解決貧富差距，你棄權；要求15年免費教育、小班教學、增加大學資助學額，你棄權。哇！真係震驚。另外，檢討社會安全網，你反對；改善八達通保障個人私隱，你都反對。民主黨要求改革金管局。唔准佢哋加咁高人工，你都反對。嗱，各位，我想問嘅問題好簡單，就係梁小姐，你請你話俾大家聽，喺政治民生上你都唔合格，點解九龍西仲要留你喺度呢？你點對得住九龍西選民呢？而家你俾時間回應啦。首先呢，喺民生嘅議題上呢，6000蚊交通津貼。臨時撥款包括外傭，反對外傭享居港權，你哋全部都棄權，泛民全部都棄權嘅。我想同大家講，民主黨係反雙非嘅，係反對外傭自動獲得居港權。新聞自由咧，嗱你哋梁小姐，我哋問緊你嘅係一啲大是大非嘅民生問題啊。我諗咧，大家好清楚，你俾我答埋先。頭先你講。有需要嘅人置業，正就係我提咗個修訂案，要求政府要先提出5年、10年、15年嘅人口政策，你哋反對。我係2010年提出，你哋要負責任。今日搞到民主黨係贊成要檢討人口政策嘅。你唔好講大話。梁小姐頭先講嘅7宗政治罪、7宗民生罪，你都冇答到噃。你提都唔提。傳媒可以入教會去偷聽，免費報紙周街色情泛濫。我要求你哋根本就片面，嗰個我講得好清楚，你又係斷章取義。各位，我哋見到梁小姐點樣迴避問題？遊花園啊！我喺2002年我提出。跨院校申訴機制係我首先提出，但係我好歡迎大家各個院校一齊爭取。梁小姐，喺教育事務委員會，你已經答咗我哋嘅問題，我哋見到佢點樣遊花園。請九龍西嘅選民善用你一票，趕走梁美芬。好啦，時間已經到啦，時間到啦，跟住輪到咧4號嘅黃日旭嘅名單發問啦。到你發問。好啦，請冷靜，請冷靜。而家嘅時間咧到4號嘅黃日旭名單啦。你揀一個名單先。你揀一個對手先。你可以揀一個。多謝。我就係想問阿梁美芬嘅，就係我都想問我都係想問梁美芬嘅。主持，我哋要抗議，佢話2分鐘。我想問8號梁美芬嘅，我係4號黃日旭。咁咧就我都係一位家長，咁我亦都係父親，咁我2個小朋友。咁其實嚟緊咧，我哋都知道咧。呢個國民教育，我首先係表達我立場係反對呢一個洗腦嘅國民教育。我作為一個父親，我咧係好擔心呢一個洗腦嘅國民教育咧，影響住我2個女。我亦都好擔心，我嚟緊嗰2個小朋友會對住大家講，或者對老師為咗攞 A+ 嘅關係，
就會講爹親娘親都唔及共產黨親。我希望梁美芬小姐，我知道你係一個行公義、好憐憫嘅基督徒。我作為一個憐憫嘅立場，希望你能夠要求撤回國民教育嘅洗腦。頭先我講過，學習最緊要開心，同埋孩子要自願，呢兩個係最大嘅前提。所以呢，國民教育搞唔搞係由學校、家長、老師全部自決。我自己認為，我知道你都係唔會答嘅。我自己認為呢，你哋亦都要尊重學校，因為我知道呢，我自己本身，我認為國民教育好重要嘅，係俾到有多元化嘅教材。我只係想問你，會唔會幫我哋家長一齊爭取撤銷國民教育嘅洗腦呢？可以暫緩，但係暫緩唔等於人哋永遠都唔可以做。佢可以喺教材、師資、老師、學生，但係政府嗰個政策咧都經常係暫緩，到最後咧其實就已經開行咗。好似阿梁博士話齋，嗰個開展嘅期喺當中，我淨係要求睇下你嘅立場。我想咧作為一個家長，希望你能夠用一個憐憫嘅心咧，係撤回呢個洗腦嘅國民教育啫。你哋要記住一樣嘢，喺呢個問題上，我哋係尊重佢哋自己學生、老師、孩子同埋學校。但喺教聯教組之前咧，做咗個調查，喺教聯你哋嘅機構都話咧3%咧，唔同嘅學校嘅意見，因為亦都有啲學校咧，佢哋話佢哋希望有翻呢個自由度俾佢。咁我覺得我哋好冇，最緊要俾佢哋自願啦，係咪？有3%嘅老師係絕對咧係唔能夠有信心教好一個國民教育。我淨係想阿梁博士嗰個嘅係教聯嘅一個調查，係你哋即係一個有聯合機構，大家係一個嘅調查資料，呢個係數據嚟嘅。咁啊想俾阿梁博士知道。咁我希望咧，我都想問翻你一個最重要問題，就係你會唔會作為憐憫我哋一啲嘅家長嘅憂慮，而去要求撤回洗腦嘅國民教育咧？我自己嘅孩子係中3、中4，所以我係好關心呢個教材。我知道，博士。我自己亦都多次向個學校講，佢哋一定要。如果呢個社會所有嘅嘢係 yes 定 no， 就好似你哋大家咁，淨係空談口號。我知道，但係我想知道你嘅立場係咪要求取消呢個洗腦嘅國民教育咧？其實你哋應該講咁如果咁講，梁博士，我哋各位選民睇到啦，各位九龍西市民係好有智慧。我相信都基督徒嘅選民都好有智慧，睇到咧，梁博士不斷迴避呢個問題。所以我哋想。你講包容咩？我琴日問你6.4問題，你又話又想講包容，唔知你包容共產黨鎮壓學生，定係包容共產黨咧咁樣？你應該係做下功課，你應該詳細了解下。我有詳細了解，我喺細個睇住6.4事件，我嗰陣時小3、小4望住6.4事件發生。我希望梁博士你能夠表達你嘅立場，係咪會平反6.4？係咪會平反6.4？梁博士，我希望表達你嘅立場。如果你唔表達立場，咁點知你係因為真正嘅基督徒咧？希望你能夠表達你嘅立場。多謝梁。好啦，時間夠啦，多謝兩位。好啦，好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輪到7號林依麗名單咧，到你開始發問。請你揀一位對手先啦。揀一位對手先。梁美芬。好。可以開始啦。我琴日咧就數晒民建聯嗰啲市民嗰啲公公婆婆嗰啲啦，咁有晒證據嘅。咁今日呢啲仲多證據就梁美芬嘅。咁啊，梁美芬咧就佢有4個物業咧，就喺屯門啊、汀九啊、新界嗰啲佢有申報嘅喎。咁另外咧佢有申報嘅咧，就係賣完之後先至申報喎，但係冇申報嗰間公司喎，就緊市民啊又嚇。哇！喂，呢樣嘢連我都唔知㗎喎嚇！阿民主黨咧，你哋咧，你要俾時間佢回應嘅。我講先，我未問晒。繼續。你咧民主黨咧講漏咗嘅，佢08年參選嗰陣時咧，佢嘅政綱咧有2017年雙普選嘅。今年梗係啦，你做功課唔夠。今年咧佢直情呢2點都冇埋啊！我話俾你聽，佢呃選民呃得幾緊要。仲有啊，08年仲有08年佢炒咗7間物業，九龍西有4次買賣，冇交代嘅。2011年1月18號用公司名買九龍西一間物業，又冇申報公司名㗎嚇。2010年
3月15號喺九龍西又買賣物業又冇申報。2010年3月22號買咗同一棟大廈，另外再買一個物業又冇申報。2010年4月28號係同保安局局長反映，因為均價太高，但係咧你自己咧就炒高樓市。你話呢啲議員嗱，我諗呢個咧係重要啦。頭先嗰啲點解會有咧？因為全部喺立法會係正式申報咗，而且所有申報嘅程序，我哋係經過秘書處。佢頭先係誇大申報㗎，我係要求你咧將所有嘅事實嗱，如果你係嗱，因為咧佢嘅資料全部喺立法會經過申報。請你解釋啦，你可以解釋，你解釋。林依文無理嘅指控保留法律追究嘅權利，佢可以參過法院嘅秘書處，而且佢頭先講嘅，我哋全部都係一個公開申報，唔會好似其他政黨嗰啲高層咧係隱瞞申報。佢點解會攞到咁多嘅資料？因為我哋公開喺法律申報，全部都係個人嘅名義，你全部都屈我話係公司炒，所以咧你呢個咧直情係屈我。嗱，林依麗咧就係唔怕㗎，無理嘅指控，我係絕對你可以去立法會秘書處。林依麗，我俾多次機會你。你呢啲資料全部都喺立法會嘅記錄、申報嘅記錄嗰度有嘅，嚇立法會秘書處全部都有嘅。動議咗4次，全部31次投棄權，一係反對票。我話俾你聽咧，我4次嘅動議，全部都係為民生。嗱，你唔好淨係屈人，你唔好學埋嗰啲政黨，唔緊要，市民，你全部欺騙市民，我要欺騙市民冇所謂追究嘅責任。你而家我哋因為咧，你應該走去問下秘書處，你問下秘書處，你嗰啲政綱去咗邊？07年我哋係提到去咗邊？特首同埋立法會去咗邊？去咗12年嘅政綱一樣提到根據基本法盡快推行雙普選。你好啦，時間已經到啦，林依麗你。時間到啦，咁啊輪到最後一張嘅名單，6號黃毓民名單可以提問啦。喂，你哋唔好講嘢，大佬，我時間有限。開始啦，請你揀一位對手先。而家係灌溉滿拗台，小弟就私人獨潮水，係咪啊？又冇人會問我問題。你快啲揀個對手啦。跟住咧，梁美芬咧就成為眾矢之的，咁我梗係要送佢一程啦。不過喺送佢一程之前咧，我要講頭先我話打倒民主派，其實漏咗個偽字，但係其實都啱嘅。舊年11月，民主黨開記者招待會，開除我民主派嘅黨籍，話唔係同路人。連我哋做同路人5區公投嘅公民黨黨魁都話要將擁抱黃毓民嘅人劃出去。民協馮檢基開記者招待會，又話我唔係同路人。哇！你呢班咁嘅民主派狗賊，全部都當我唔係人，咁我梗係打倒你啦，係咪？喂，頭先佢講咗3分鐘啊，阿俊哥，我仲有嘢講啊，係咪？我仲有大把嘢講啊，係咪？嗱，即係呢個論壇咧，有5位女士，呢啲咁嘅選舉論壇就泥漿摔角，你仲要同啲女士打泥漿摔角。所以我嗰啲助理咧，未娶老婆嗰啲咧，睇完2次呢啲論壇，就嚇到驚女人，係嘛？你點同佢拗啫？佢扯住你都唔放嘅，係咪？係咁答聲，係嘛？嗱，即係我就溫柔啲對你啦，美芬嚇。我記得咧喺2011年7月份，你哋有個叫大信政策研究中心，你呢位大學教授就解釋俾人聽，因為你做常務副主席，點解我哋叫做大信政策研究中心咧？咁我一聽，咦，呢條友有料喎！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孔子相繼不絕，識嘢喎，係咪？佢話嗱，我哋第一個項目咧就係關於水質嘅，大禹治水，大信係佢老豆。喂，大佬，我一聽，
大信點解會係大禹嘅老豆咧？小弟都叫做精通中國歷史，唔好講精通，即係粗略知道中國歷史啦。哇！呢啲友做議員真係好傑喎。最近一次令我刻骨難忘嘅就係行宮2號憐憫嘅基督徒梁美芬女士喺立法會嘅財務委員會裏邊教訓黃毓民，對住劉慧卿講：我而家講個古仔俾你聽，係咪？幾年前喺廣州有條友示威，坐喺個橋度坐咗8個鐘，下邊塞晒車，跟住啲人同佢講：你跳啦，你跳落嚟啦！好啦，時間有效，你基督徒嚟㗎，你叫佢跳落嚟，叫佢跳落嚟，即係叫佢死，咁即係話我哋打拉布，你快啲死啦，黃毓民咁樣。佢哋大學教授嚟㗎，嗱我對你真係好溫柔嘅，佢哋嗰啲又對你指控嘅，我冇指控嘅，係嘛？我就冇指控你嘅，不過你咧就好有問題，我哋一定要踢走梁美芬。講咗一半就冇講。你係中聯辦。九龍工作部，我哋係踢走梁美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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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佢因為拉布，踢走梁美芬，踢走梁美芬，踢走梁美芬，只係將一半嘅説話講咗上去，因為咧我哋係提到咧，希望嗰啲市民佢哋真係覺得拉布咧係違反咗市民嘅利益。其實係咁嘅意思㗎，係咪？我諗咧，再講落去咧，只係講咗我哋嘅立法會咧，就唔容許有少數嘅聲音。我哋只係希望咧喺拉布。好啦，時間已經到啦，